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一目说一礼拜，搁再过去咯。感谢主，咱今仔日有可能搁再伫主的日子，伫电脑咧，还是电视咧，三见面。虽然人无接触，但是咱的心灵彼此来接触沟通。愿上帝伫咱的当中。求上帝的灵来运行伫咱的内面，伫讲的人甲听的人当中，叫咱孤单的心灵、忧愁的心、软弱的信心得到刚强，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咱三合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保守阮直到如今，过去真多的迷迷日日，你怎样来看顾保守？阮经过风浪，经过风暴，你仍然来看顾保守，让阮得到平安。但是有时阵，当阮看到风浪的时阵，阮亲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信心软弱。求主你赦免阮，互阮有你的话语来做阮的力量，有圣灵亲自来做阮的开力甲安慰，阮就心满意足，因为上帝。因为阮的主，伊是以马内利，时时刻刻甲阮同在，阮感谢你。阮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对上帝的信心搁较坚固，搁较来坚心的来群地住。虽然阮也搁伫这个疫情真严重的时阵。阮毋知影何去何从，毋知影以后日子怎样，但是阮知影有主同在，阮就毋免惊。伫风浪当中有主的同在，你有法通平静风甲浪。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奉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成于黑夜，耶稣我来。
亲爱兄弟姊妹平安。今仔一个崇拜会，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啥人是一个无知的人？啥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2章第13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我用闽南话读这篇。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讲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弟，甲我分开家业。耶稣讲：你这个人啊，是谁啊立我做恁的断事的官呢？跟恁来分家业呢？就安尼就对众人讲：恁着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家己心内就思想讲，我的出产无所在人收藏咯，要怎样办呢？又搁讲，我要这样做，就是将我的仓库甲你拆破，然后呢，起一个更较大的伫遐咱收藏我一切的粮食甲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真多的财物来积存啊，可以做真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稳稳的食啉快乐吧。神却对伊讲：无知的人啊，今仔暗暝若要你的灵魂，你所有备的。要归互谁啊呢？21节，凡那为家己积财，伫神的面头前却无富足的，也是安尼。圣经就读到这。耶稣讲这个譬喻的背景是安尼。当时耶稣向真侪人咧讲道讲到真侪丰盛的道理讲到假冒为善的，讲到暗中讲话伫明处会互人宣扬出去佫讲到这个太身躯无太灵魂的，毋免惊伊。讲到这个神的保护，讲到这个人不主人主上帝也是要认伊。讲到真侪侪属灵真重要、真实在的道理的时阵就讲真入神真侪人伫遐注意咧听。忽然间来了一个人忽然间来了一个人，甲伊讲：先生请你做阮这个断事的官，为阮甲阮兄弟要分家产你来做公道人你来叫耶稣来帮咱因分家产的代志。那么耶稣呢，听到这个人讲若是互咱你讲真好势，讲一个属灵的代志的时阵，忽然间才插一个人要叫耶稣做因的公道人做因分家产的官应该是真无好势但是主耶稣也知影，伊有可能要借着这个代志来讲到另外一项属灵
的问题，讲到人太过注重属地、属世间的在财物，来忽略到属天的这个丰富的时节啊，是真无应该，是真可怜的。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就讲出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披露啊。那么耶稣伫这个披露当中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人唔通伤过注重这个地上的这个物质的追求啊，人就注意在属天的属灵的满足，唔是单单来追求到物质上的满足啊！因为一个人若太过的集中伊的精神啊力量来做这个追求物质的代志的时阵，就会换做一个人来追求属灵属天的代志。人的灵性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可能会跋倒，可能伊的灵性就会袂进步，伊会后退了，也退后了。那么耶稣来伫即个披露当中咱要来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呢？今仔日咱分几点来三甲来讲这个耶稣的披露。头一点呢，是讲到耶稣讲到的这个财主啊，伊拄着的问题，拄着伊的困境，拄着伊的这个工作，伊的生理出现这个问题圣经是安尼讲，伊讲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伊家己心内讲是要怎样办啊？要怎样办啊？因为我无有够业的所在来藏我的出产藏我的财物这是伊的问题咱今仔日伫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凡是人就是有问题，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的人。人拢有问题，经人有经人的问题，富裕的人、富足的人有富足人的问题。那么这个财主的问题是什么呢？伊的钱太过多了，真做伊的问题咯。伊唔知影要将这钱要放伫什么所在呢？有时咱看去贫穷，可能就是腹肚枵的这个问题。徛起的问题，但是钱财太过多，可能这钱财多也是真做伊的问题。唔知影要藏咧倒咯，这钱应该伫摕伫银行的较安全呢，还是去投资伫无什么所在，还是什么款的生理较安全呢？这个无好势，这拢总就无去了所以伤头脑伤脑筋钱伤多有时也是伤脑筋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0节讲到人关于这个钱财的问题唔知影要怎样处理。人关于这钱财的问题也是会发生危险发生无安全的代志耶稣安尼讲，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9节、20节安尼讲，唔通为着家己来积蓄财宝伫地顶，地顶呢有虫来咬，会生山，阁有贼来压空来偷，这三个问题耶稣佮再讲，伊讲咱着积蓄财宝伫天顶，因为天顶无有虫来咬，也袂生山，也袂去互贼的压空来偷摕所以这个地顶的财物也是有这问题是无可靠，
无安全的所在。这三项无安全的，就是糖来加啊，糖来加，钱财托糖来加，是啥物意思呢？是讲当咱这个环境啊，这个社会变迁的局势变迁的时阵啊，咱的这个财物啊会无去啊，会变达去啊。第二项会生产，生产是这个铁哦啊，会经过氧化了后，会生产会达到落，直直落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本来是规底铁，但是跩哦，迄钱哦，是会生产啊，啊生产。我记得细汉的时阵，伫长山哦，阮伫囡仔佚佗咧，伫迄个壁骹咧，人咧起厝哦，当压向个钱哈，中头一个四角形的空。啊，因为用迄个钱啊吼，得来刷咧壁边吼，还是拍即迄个铺条咧，当来拖即个条哦较稳当袂摇。有时阮细汉就看见阮有块钱吼刷伫遐，阮摕来压，有时咧压出来时阵，迄块厝太过久咯，迄个钱哦已经破一半咯，啊，已经皱去咯，啊，生散去咯，啊，所以吼钱财啊，也是会。生产会变无去，无价值去。伊的意思就是，咱伫世间的这财物啊，亲像厝底咯、房车咯、啊股票咯、啊这选择咯、这收息咯，有时因着时间为着经济的变化，啊，咱这物件会变值。咱的房车用几年了后，已经无啥值钱去咯，所以会变值，会消耗，会变无。第三项呢，就是贼的危险。啊，当这个有钱人的时阵，迄歹人就来注意咱，可能会甲因劫、甲因帮、甲因抢、甲因偷、甲因骗，各款的方法。将别人的钱，甲你变做家己地下内面的钱，所以这是真危险，真无可靠。那伫这个所在呢，互咱看出啊，咱大家啊，伫这个现实这个变困啊，真严重啊，影响我全世界的时阵啊。真侪大细算了后，有诶个变无去啦，啊，公司哦，就关门咯，啊，有真侪公司哦，宣布破产咯，啊，伫短短几个月内面啊，咱诶血汗钱哦，变做打水漂啦，啊，变做咱就吐水流去咯。哦，会亲像生产咯，亲像吐糖食去咯，亲像吐贼的来偷去咯，来就是会变无去，变无价值就损失去的意思。所以主的意思哦，是要甲咱讲啥物啊？伊讲咱人这个生命的丰富哦，不在乎这个家道的丰盛，无在你是一个好业人无好，你这个人的生命哦。不在乎伫怀啊，可能在财物，可能会成做咱的难处，可能会成做咱生命的危机啊，可能咱道德会败坏啊。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哦，是叫咱毋通全部的力量、心思意念，拢放伫在追求物质啊。财物中面的追求，叫咱着追求迄个永恒的、属天的、永远的、将来的、荣耀的、安全的迄个福气，这个才是实在、这实质、实福的代志啊！所以咱们头一点呢，先来讲讲这个好业人啊，这个财主啊，所拄着的困境，就是毋知影要将伊的财物。放伫倒落啊，无安心。第二项呢，讲到这个财主哦，伊决定，伊的决定是啥物呢？啊，第18再讲，伊讲啊，伊说我要安尼做，要将我的仓库啊
甲你跳开，要起搁较大诶仓库，话伫遐我通将我诶一修行啊，甲我诶财物啊，一切粮食叫财物啊，要放伫即个搁较大诶仓库内面啊。所以这就是伊诶决定。那么伊决定诶问题办法就是安尼起较大诶将财物徛喺内面。伫即个所在，咱有看起即个人伊本身即个财主也是伫地顶诶代志顶面也是有聪明、有思想、有能力、有迄个魄力伊是一款诶财主不然伊袂诚做今仔日有一个真成就诶农夫或者是财主所以这个财主伫地顶属天的地顶伊有真聪明，但是伫这个属灵的代志上帝讲伊是一个愚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伊只顾眼前的，无讲到将来的代志，伊讲到属世，无讲到属天所以这就是伊的缺点，伊的决定是安尼第三点呢，咱来讲到伊家己拍算的是一款的梦想这个梦呢毋是讲做梦的迄个梦，妄想是顶骹有一粒灭亡的亡哩，下骹则一粒女哩这个就是妄的意思是啥物妄想梦想就是一款的空虚无实际的想法空虚无实际的想法所以圣经第19节安尼讲伊讲我要起搁较大诶，将我一切财物放伫内面，然后呢，伊讲我要对我的灵魂讲自言自语家己对伊的灵魂讲，而且我的灵魂你有真多的财物积蓄，可以做真多年的费用你只管灵魂你可以安安稳稳的食啉快乐吧，自我安慰这个是一款的梦想呢。为什么伊是一款的梦想呢？伊的错误伫倒落咧下骹2点有可能看出伊的错误。头一点就是讲到伊的假设伊的想法，伊的梦想是啥物呢？伊的毋对的想法是说，我有可能活真侪年伊讲我的灵魂你有可能用真侪年用这物件可能用真侪年的费用到底偌侪年人归岁才是长寿咱拢知影生命毋是伫咱的手中。咱也知影，伫这个世间是暂时的。圣经安尼甲咱讲，伫诗篇90篇第10节安尼讲，摩西安尼讲，咱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较强壮的，有可能活到80岁但是活伫这70、80岁的时间当中，其中所可能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是劳苦忧愁烦恼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目睭一下起去拢空空无去咯。是咱的生命亲像白一样过去咯。这个是形容真透彻。形容真透彻咱人伫这个世间到底有可能活几岁无亲像迄个人讲的说，哇，活真侪年真侪年是几年圣经互咱70岁、80岁，可能现在医药搁较发达可能90岁超过100也是有，但是真少咯。到70岁迄搭酸迄搭痛喙齿也是6差不多咯。
白啊头毛哦本来是野水吼，落尾啊是愈来愈少咯，无咱像讲个面线汤哦，无偌济咯，吼行路摇摇错咯，这就是人生啊！咱人啊是转眼成空，劳苦愁烦，亲像白一样啊就过去了。虽然咱现在医学发达但是因为环境也无好势啊，环境的污染愈来愈啉的水、吸的空气、食的物件真侪化学品现在的病毒啊。有 SARS， 有 COVID-19 下摆毋知佫变做啥物哩哎哟，咱人的生命实在无保障啊！到底有法人活到几岁？有人讲死较好困有人讲活伫这个世界实在是真艰苦啊！做人真艰苦啊！不如死咯，一了百了吧。但是人到底有法人活偌济？真侪破病甲艰苦人，伊盼望说生命较早结束咧。有诶较有钱人享受说我爱活佫较济岁咧。但是事实交咱诶梦想是相违背有诶人爱活真济岁，但是却是真短命。70、80岁尔定，咱爱活佫较济岁，钱才买袂着诶。所以这个财主是这个梦想啊。第二项咱生命无法通真长久啊，因为怎样呢？咱诶社会无安全啊，真侪人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多，这是末世情形，人的听心愈来愈少了人的心肝愈来愈黑了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多了。伊要为着要得到你的物件，宁可甲你消灭，甲你拍死。所以人现在生命岌岌可危啊，危险啊！所以人伫生命的长短无伫咱的手中，咱人的生命伫上伫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讲这个梦想这个无实际这个人这个无知的财主讲，说今仔暗暝若要你的生命，你要怎样咱毋知有想到这个问题无？今仔日咱的生命是最后的一日，那么咱所有的这物件，咱要怎样呢？是毋是你还佫有法通这物件法通成做你的呢？咱的生命这会无去，咱的物件也是无去，无属于咱的咯，真可惜啊！咱人亲像啥物呢？咱人亲像迄个竹篮咧抢水一张空咱人一个用迄个茶桶还是 plastic 桶咧舀水、吸水有法通舀，但是咱来用竹所拍这个篮来咧舀水就是一场空就是安尼第二项伊的错误是啥物呢？物质伊认为说物质会享受有法通满足伊灵魂的需要，物质有法通真正会满足咱的灵魂吗？咱的心灵吗？伊的答案是无一定。难怪咱看到报纸咧，常常看到有一家大财主伊会自杀有时就为着这个物质的内面彼此来杀害，真可惜。咱知影物质的物件只用伫咱物质的身躯，属灵的物件就用伫咱的灵魂的内面。所以物质无法通用伫
互咱一个咱内面的灵魂的真正的满足的需要。魔鬼一个试探是啥物呢？魔鬼的试探就是叫人袂记得咱人有一摆死后阁有一个审判。魔鬼用啥物来麻醉咱的人的心呢？就是用物质来享受啊，物质来享受。说我伫这个世界都真爽啊！我都真快食啥物都有啥物啊！哇，都享受啊，真好啊！我毋茫搁较侪日子啊，长岁数较当来享受啊，这亲像一个财主安尼啊。但是袂想到，咱的生命可能今仔伫咧，明仔无伫咧咯。咱今仔穿的话，明仔日穿袂着咯。咱今仔日脱起来衫咧困啊，明仔日穿无着咯。真侪人就是安尼，所以耶稣甲咱讲啥物呢？魔鬼来试探耶稣，叫伊用石头变做食物。耶稣就对魔鬼讲：伊说人活着毋是单单靠物质在食物啊，人活着乃毋是单靠在食物，乃是着靠神嘴中所出来一切的话，就生命的代志、永生的代志。神出来的话就是真理，神应允出来一定会实现。神应允，咱就相信主耶稣伫咱的心内，咱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咱的罪要被赦免，得到永生，无过再受到将来公义的审判。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方法是叫人袂记得，咱有一摆死后阁有一个审判。咱人是自顾自得，哇！我有法通活遐侪年，用物质的享受来麻醉咱袂死，这就是人的问题。因此，人就是直直追求物质然后等伊袂记的时阵，等伊咧要死的时阵，伊也阁毋相信耶稣伊想讲说我袂死啦。我抑阁遐侪钱未开了呢，伊未开了，咱来帮助伊开啊。但是咱无法安尼，所以人拖在物质顶面将人的目睭甲砍呢，袂记得有生命的代志。所以呢，神对伊讲：说无知的人啊，今仔日若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托上啊，你所预备的要互上啊呢？上帝对这个财主的警告，也是对咱世间人每一个人的警告。叫头一项警告啥物？叫咱毋能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是啥物意思啊？无知的意思就是咱对咱的行为无聪明，咧做代志是懒散，咱的思想是愚妄的无实际叫做无知其实这个财主都毋是真戆伊也有趁钱会晓预备在财产的代志，但是这是俗世。但是伊伫这个属灵、属天的代志顶面，灵魂的代志伊的方法毋对伊要将这个物质要互伊的灵魂来用，灵魂有法通用无？无法通用，灵魂有法通满足这物件无？也是无法。所以伊是忽略了这代志。神甲伊讲：今仔日若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要归托上咧咱的生命是无确定的咱无法通掌握咱的日子长短。如果咱今仔日死去，咱的灵魂要到倒落去，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着思想的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咱真侪时阵亲像这个财主安尼，逐项预备好势咯有钱有厝有啥物，逐项预备好势咯但是无预备伊灵魂的代志。我记得顶摆有一个安尼譬如咧讲
两个青年人啊，做事了后要倒去厝内休息啊，换车开车要倒去，车拍咧，要入去因兜是伫60楼，真悬啊，就要去休息咯，啊，做啊真野咯。但是到内面的时阵，发现到电梯给歹去啊，要怎样呢？是要起去，还是要外面助理车困呢？因两个商量了后啊，结果说啊，无论如何，迄个是咱兜啊，咱着做先咯，咱着去休息啦。也个物件要真侪欠用的物件伫遐咧，所以因就说啊，无咱来买一寡物件吼，食的、啉的，啊，备办遮物件好势，然后咱一人讲一个故事，哪行哪讲故，较袂伤过俗、伤过闲啊，啊，伤过无聊啊，所以因就备办好咯，啊，带了所预备的早装咯，物件就开始爬楼梯。哪爬，因讲一个笑歌，还是讲一个故事，咱轮流伊，落尾再轮流啊。水到了就啉水，腹肚枵咯就食，备办好势哈，就行到用啊到九牛两虎的力啊，哈，九牛二虎的力哈，最后啊就爬到第60层。哎呀，拖一个大气势，咱即阵啊有法入去休息了。等因双手入去地下咧，要摕锁匙做啊，害咯，锁匙放咧车咧，袂记咧摕起来啊。物件备办好势咯，但是无法通入去咱兜休息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形容咱世间人啊，咱伫世间吼，逐项备办啊好势咯，啊有厝咯，有车咯，有人银行诶，也够真侪钱，通用袂食啊，袂穿诶啊，逐项备办好势咯。但是虽然世间诶逐项备办好势，但是行到人生会走路尾站诶时阵，到路尾站诶时阵，应该伫去天国咧、天家咧休息啦。但是咧，行到天国门口无法通入去，为虾米呢？伊无迄个最最重要诶锁匙，就是先主耶稣成做伊诶救主，伊无法通入去，这是真大诶可惜。所以啊，这个故事咧问咱家己，咱是毋是像一个财主，要做一个无知诶人呢？那么耶稣伫这个披露最后诶结论是啥物呢？伊诶结论是说，凡是为着家己积蓄钱财，伫神面前却无富足的，也是安尼。什么安尼啊？像一个财主做一个无知的人啊，伊办好势咯，逐项有咯，但是却忽略了，还最得重要、最得永远的归属啊。所以兄弟姊妹、朋友啊，咱今仔日世上有真侪人啊，拼命趁钱啊，为着身躯的享受，但是到最后呢，得拼命开钱来为着医治身躯，这就是人。现在世界上也有真侪人啊，为今生来医治，却无为着来生来医治，要进入天堂的医治。最后无法通入去，实在是真大的可惜。所以圣经啊，甲咱讲啊，神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咱，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得着永生。啊，这个啊，《使徒行传》16章31节安尼讲，着先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啊！着先主耶稣，你甲你的一家拢要得救，因着你先主有好的见证，引带规家人来归向主耶稣。雅各书4章8节佫安尼讲：恁着亲近神，神就要亲近恁。啊，恁着亲近神，神就要亲近恁。有罪的人啊，恁着洁净恁的手啊，着怀心怀良意的人啊，恁着清气恁的心
所以咱有一个清气的心，咱才有安心，咱才有平安，咱才有法通见上帝。提摩太前书6章17节，佮安尼讲，伊说：你着祝福、吩咐，怀伫今世富足的人啊，毋通自高自高就是骄傲也毋通挖苦迄个无定的钱财。伊讲钱财是无定性的，会摇来摇去、摆来摆去的只要挖苦迄个虚数百物，互咱享受的神要赐予咱逐项物件百物逐项物件，互咱享受的神是要互咱享受的。咱真侪人说物质要互咱享受，但是最最重要是毋是神赐出来的物件要互咱享受呢？这个是更较重要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咱今仔着安尼思想想一想，家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伫俗世顶面注重呢，或者是属灵的顶面较看重呢？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呢？佮再来就是当你来数算你的财物的时阵，无所在通堆，无所在通客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想到上帝的工作，想到怀有需要的人呢？咱是毋是要做一个像这个财主安尼伫这个第一的规则圣经内面伊已经讲了5、6字，我，伊说我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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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摆讲到我，看见一个人是以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所以咱着小心咱着想到将来的代志，毋但是单单注意到这个世间的代志。伊说凡若是为家己。为着家己来积蓄这些物件，但是伫上帝面头前却是平静的。咱是毋是伫物质顶面真丰富，但是内心伫属灵顶面真平静的呢？求主实在是怜悯咱上帝爱咱得到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毋是伫物质上的丰盛。但是当咱有伫属灵顶面丰盛的时阵上帝也要赐予咱伫物质上无缺欠。所以耶稣甲咱讲伊说贼来迄个贼来无非是要偷摕，无非是要杀害，无非是要毁坏。但是耶稣讲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这是上帝要予咱的更较丰盛的生命，毋是单单伫物质上，更较是伫属灵上，伫永远的国度内面，你我都有一份。你是毋是一个聪明的人呢？或者是一个无知的人呢？求主帮助咱，咱三个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提醒阮，互阮毋但注重，毋是单单注重这个地顶的财物，乃是要注重迄个属天属灵永远袂朽坏的宝贝，乃是天国，乃是永远的生命，乃是荣耀。上帝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帮助阮。虽然阮现在是处伫全世界疫情真厉害的当中，有的人经历到苦难、贫穷，但是求主你圣灵来安慰阮每一个人，互阮伫经历到风雨之后，我哋看起彩虹会出现。没有经历过风雨，就不会看到彩虹。但阮每一个人
伫经过这段苦难的日子了后，上帝为阮陪伴的是迄个真水的彩虹，迄个真水的迄个 rainbow。阮有平安，阮有安全，阮有丰富，伫主的内面，上帝甲阮永远的同在。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